全世界目光都聚焦喺伊朗以色列嘅導彈互射當中。美國派出轟炸機襲擊伊朗，高調介入戰事，核危機一觸即發。當勞親自己宣布雙方停火，但係兩邊導彈依然你來我往。究竟係以伊雙方唔俾面，定係美國嘅軍事實力冇能力做世界警察呢？交俾蛋撻專員吉米。美利堅呢鋪操作真係義字行頭啊！不過個義係以色列個義咯，因為以色列係美國義父。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親口認證呢個世界以色列優先，美國只係食二手煙。The pride of being able to be here and do work that facilitates making things better for people, and in the greatest country on earth, next to Israel. It's an honor to be able to make a difference and to be able to speak in this regard with an administration that I love so much and that I feel genuinely represented by. It's a real honor. 侵曾經好自豪咁話自己愛好和平，冇發動過戰爭，但係以色列開到聲即刻唔理自己選舉承諾，唔理美國民眾反對，將美國拖入戰火。侵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成功拆彈，但係以伊兩國一於少理，繼續飛彈肉搏。一個係美國義父黨你侵冇到，另一個話核彈 must go on， 美國管佢唔到。美國總統俾人當狗仔咁玩，侵塊面腫晒，激到當眾爆粗啊！ You know what? We basically have two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fighting so long and so hard that they don't know what the fuck they're doing. Do you understand that? 本輪以伊衝突嘅轉折點係美國自911事件之後再次出動 B2轟炸機。特朗普聲稱已經摧毀伊朗核設施，仲稱今次行動係美國歷史最成功嘅轟炸行動。堪比喺廣島長期投下原子彈，得罪埋盟友日本。事實係咪真係如特朗普所言係一次軍事神話呢？假嘅真不了，啲大話吹大咗，唔使人哋踢爆，自己都會冇面啊！特朗普呢頭報戰績呢，美國國防部即刻出嚟認衰仔啦，表示伊朗核設施未受損毀，400噸濃縮液仲好地喺度。特朗普口中嘅神話就係隔咗成個大西洋同歐洲幫伊朗拗痕啊！美國同世界講㗎，美軍嘅宇宙最強 B2隱形轟炸機連續飛行18個鐘，跨越1萬公里，摧毀邪惡核心伊朗嘅核彈計劃。但係現實係，除咗出動13部 B2轟炸機，仲要超過120部戰機同空中加油機幫計劃擦啪啪，再加埋3個航母群，呢一場大龍鳳耗資過10億，但係成果就係伊朗繼續研發核彈啊！以色列繼續射導彈，所謂宇宙最強轟炸機變做地球最貴氣氛組。點解美國要選擇從本土起飛，聲東擊西呢個咁高投入嘅戰術呢？有消息指，美國參戰之前，中國海軍偵察艇已經到達波斯灣。美國出動被譽為秘密絕招嘅 B2隱形轟炸機，係咪專登喺解放軍面前展現自己軍事實力呢？你以為隱形戰機真係隱形？美國咁大動作擺明係挑機。自從中國戰機一戰成名，全世界嘅花生友都開始質疑美國軍事霸主嘅地位。美國一招救全家。以色列出動 F-35都搞唔掂伊朗，美國唯有親自落場出動空軍界嘅 Legend B2嚟為美國戰機挽回面子。就算中國偵察艇喺度，都要 show 下自己嘅實力。但係 B2轟炸機已經係80年代嘅產物，每架造價24億美金，美國黃金年代都承擔唔起咁大條軍費。美軍全盛時期都係得21架，用一部少一部。佢戰績彪炳唔係因為天下無敵，係因為實戰太少。就好似陣風30年不敗神話，就俾中國戰機打破。美國話中國做唔出 B2級別轟炸機，事實係中國冇咁嘅需要。中國同美國唔同，唔會隔住成個太平洋撩交打。有咁嘅閒錢，不如改善下基建，研發下新式戰機。美國仲沉浸喺由舊日榮光帶嚟嘅軍事光環，為世界帶嚟嘅唔係和平同正義，而係戰爭同破壞。蛋撻 TV，我哋下次見。